你在 Q 找哪个人嘛你们？斜多少？哎，开去，进来，咱们这边还有往这边走，好，可以，那个位置。可以吧。还是顶胶。好，开去快点展露一点点。基本都是顶胶。音乐，这个全部是。Thank you.
往左边走2步。站开一点，小罗站开一点。2个专业级的，拿本的。小罗往那边走半步。
他说的啥名字啊？春华秋实。春华秋实，春华秋实。哪里头？他们在叫那个罗马。那罗马连飞过来嘛？说音乐了。前奏好长，前奏。这1分多钟了。哦。2%钱多少钱？当时打下来音乐才听啊。哦，音刚刚几秒。
马上结果15分钟。是噻，减肥噻。前中午就拿走，别看着你。不行，来个冰镇。哎呀，真的好冷啊！再围起来，再围起来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那个不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？翻越多少山岗，我也不会忘。一个是寒霜，一路选自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西山。美丽善良的姑娘，让我心儿动的姑娘，大瓦戈北的空楼吉祥，我们的相爱地久天长耶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
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再遇多少伤感，我也不会忘。一个是寒潮，一路选自由阳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西萨，为你闪亮的太阳，让我心儿滚烫的姑娘。你马扎西萨，为你闪亮的太阳姑娘，让我心儿滚烫的姑娘，让我歌的光芒吉祥。我们的相爱地久天长高压高压。